全面了解香港2025年全新兒童汽車座椅法例及解釋約束系統意思。由2025年11月1日開始，香港將實施新法例，確保兒童在私家車中安全。無論你是家長還是私家車司機，這段影片會解釋約束系統係咩意思，仲會講不同年齡層嘅小朋友可以用嘅約束系統類型。所有8歲以下或身高不足1.35米兒童在乘坐私家車時，必須使用兒童約束裝置，這包括汽車座椅、增高座椅和安全背心。如果你孩子已滿8歲或身高超過1.35米，佢哋可以使用兒童約束裝置或成人安全帶，但對於更小或未夠的孩子，必須使用合適的汽車座椅。嬰幼兒0至4歲應使用後向式座椅，提供更好保護。4至7歲的孩子可用前向式安全座椅，而7歲以上、身高未達135厘米的兒童，需要使用增高墊以確保安全帶正確繫於肩頸與下腹位置。小朋友嘅安全係我哋嘅首要責任。現在就檢查下你嘅安全座椅是否符合新規，在駕駛前確保正確安裝。瀏覽香港運輸署提供嘅資源，喺 www.facebook.com/agent.hk 度可以了解更多交通安全同法規嘅最新資訊，為你個子女每次出行保駕護航。